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、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，踏上台三线，走入峨眉乡，远远就闻到淡淡的茶香味。我循着味道的轨迹，呼吸新鲜的空气，放慢脚步，细细品味茶园飨宴，寻找最朴真与自然的感动。徐大哥，可以带我了解一下东方美人茶的故事吗？逢山必有客，逢客必有茶。我们峨眉乡有40位茶农，那这40位我们都奉行着比较友善环境、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，那就是我们不施撒农药，就会有这个虫来咬死这个茶。那我们东方美人茶它受这个小绿叶蝉危害啊，茶树呢它会产生一个自愈、抵御外敌也好，所以它会散发一种味道。那这个味道刚好我们在这个时期采下来，用客家人特殊的制成，它就会有这个蜜香味，所以我们就叫东方美人茶，客家话叫炒烟茶。哦，原来还有叫炒烟茶，就是稀释过的茶。着远。静置回润是为了制造东方美人茶的特有步骤。炒精后，用湿布包裹住茶叶，让茶精湿润得以保有足够的韧性，揉捻易于成型，避免茶芽被揉损。现在徐大哥要来考考我，是不是能分辨出东方美人茶？轻轻的摇。这个味道好像比这前面2个在香气再浓郁一点点。是吗？正确答案就是这个。哦，真的哦，这个就是哦，对啊，它的味道比较比那2个再浓郁一点点，而且比较香。在品茶过程中，徐大哥诉说着对环境的理念与愿景，使用较自然的方式耕种，让土地永续经营，是茶农对土地的尊重以及对茶的诚意。好香哦，就是那个蜜香味。我好喜欢那个含在里面，从蜜香，然后最后慢慢变到清香，然后还有一点点的熟果味，然后喝起来那个回甘的感觉，我觉得好棒哦。踏入茶园，享受悠闲慢活，跟着茶农学习名茶知识。这趟旅程除了了解东方美人茶的迷人之处，也让我认识茶农与自然的和平共处之道。